神室丑未4個無父宮位裏面嘅天干就係從呢個12長生表嗰度嚟㗎啦。要記住4個無父裏面嘅天干，我係用順天干嘅方法，甲、乙、丙、丁、戊、己、庚、辛、壬、癸。喺呢個宮位裏面見到嘅天干，就代表呢個宮位入墓啦。三奇就係乙、丙、丁，三奇入墓就係代表呢3個大吉天干被困住啦，咁就會失去80% 嘅力量㗎啦。三奇嘅月係比較特別嘅，因為除咗喺乾六宮入墓之外，又會喺坤二宮嗰度入墓嘅。月期入坤二宮係同12長生表冇關嘅喎，係因為月木元素見到未月木無父，就會自動進入㗎啦。奇門遁甲係分終身盤同運勢盤嘅。如果終身盤嘅八字日干係喺入墓嘅宮位裏面，咁宮位裏面嘅神星門同埋方位係入墓定係入庫？咁就要睇八字嘅衰旺啦。特朗普嘅日干係己，但呢個宮位並冇入到墓庫，而坤二宮因為有天盤月，所以屬於入庫；而艮八宮因為有天盤庚，所以屬於入庫；而巽四宮因為有地盤寅，所以屬於入庫。點解係入庫？因為特朗普嘅八字好旺咯，佢嘅月柱生旺日干，又合咗一個一方火局，屬於強偏印格，所以特朗普嘅終身盤，除非遇到特別衰嘅流年或者係大運，咁先至會由入庫轉變為入墓。當特朗普遇到佢嘅大運流年流月衝開佢墓庫嘅時候，咁藏喺佢墓庫嘅參數就出庫㗎啦。出庫之後會發生乜嘢？喺2024同埋2025年，特朗普嘅巽四宮出庫啦。點解係喺2024同2025年出庫？係因為2024年係甲辰年，2025年係乙巳年，所以就睇巽四宮辰同巳嘅方位啦。當流年同宮位裡面入墓庫嘅字相同嘅時候，咁就係出墓或者係出庫啦。特朗普係出生喺1946嘅丙戌年，1946年就係喺乾六宮嘅戌方位。每大1歲就前進一個地支，每12年就會遇到相同嘅地支，但係每10年嘅大運同埋每一年嘅天干係唔會相同嘅，而每一年嘅天干係要等60年先再會相遇嘅。今年係2025年，所以我就講下特朗普巽四宮辰方位同埋巳方位嘅事。巽四宮裡面嘅宮暗干卯加天盤干丁就叫做戊加丁，別名就叫做青龍耀明，代表喺巽四宮出庫嘅期間，佢嘅公事同私事都能夠順利。但係唔係每逢遇到巽四宮嘅時候都係一樣嘅運程，因為每年天干嘅字係唔同嘅，咁運程就會有分別㗎啦。2024年天干甲係代表領導，係大貴嘅。2025年嘅天干月係代表月期，係大吉嘅。所以喺2024同埋2025年宮位裡面嘅雙門出庫，係會令到特朗普嘅投機事業揾到大錢㗎。因為雙門喺旺嘅時候就容易贏，喺衰嘅時候就容易輸啦。天心星出庫啦，天心星出庫係對雙門有好大嘅幫助㗎，代表喺出庫期間會出現
有領導才能有心計又處事周密嘅人嚟幫助特朗普㗎。天盤定為客，地盤人為主。代表為主嘅特朗普喺信四宮出庫期間，會有好多客注資入佢嘅公司㗎。為客就係3期嘅丁期，代表佢嘅客戶係好有錢㗎。點解喺2024嘅甲辰年，特朗普能夠當選總統？係因為佢嘅八字喺2024年剛好進入咗壬寅大運。佢嘅八字月干係甲，當正官星甲遇到人嘅時候，代表特朗普嘅月令出現咗強根啦。正官星當令也，甲木生火，火係特朗普嘅印星，印星就係特朗普嘅貴人。喺2024年，特朗普嘅大貴人出現啦。官印相生，因此特朗普當選。而家講下特朗普嘅八字日干係幾，咁就係嚟9宮睇下特朗普嘅性格啦。係八門反人喎，代表呢八門係喺佢原子宮位嘅相反方位。八門反人嘅性格係代表佢好容易反覆無常，處事係會好容易朝令夕改。白虎係凶殺之神，凶嘅時候係代表破財兇險，吉嘅時候就係代表勇猛堅毅同埋權力。道門係小凶之門，凶嘅時候事業受阻，困難重重，但係能夠躲災避難。吉嘅時候學習力強，能夠靜心鑽研學問。道門唔理佢係吉門定係凶門，都能夠進退有道。天蓬星係凶星，代表黑社會頭子，貪婪愛酒色，有高智商但係狡猾。佢膽大但係心狠。天蓬星五行屬水，道門屬木，水生木，因此道門係有助將天蓬星嘅凶降低嘅。因為特朗普佢嘅一生有好多人講，我多講都係好似馬後炮，所以特朗普嘅命盤就解釋到呢度啦。下集將會講無負嘅化解。好多謝你嘅收看，拜拜。